给我们拍手一下好不好？来自马远部落。这个时间可能要不小心把气氛弄僵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布农族没有舞蹈，他们只有歌声。
辛苦了。刚刚那首歌叫做《Pescalopago》，就是从此刻起。然后从这个时候，希望大家在今天都能够有良好的一天，好不好？给自己拍手一下，好不好？第二首歌《Simba Escalera》。还有下一首，还有快乐的舞蹈，布隆族都会跳舞的，布隆族最大的舞蹈就是拍手了，好不好？左右花，左右花。
给我们布隆手的拍手一下好不好？后面的鼓掌。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的网友观众，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。